真呀，弟弟，休要弟弟，母亲的你怎我姻缘这个小姐？这个嘛，莫非衙内不满有病？你真呀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讨了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吃，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将昔日东京呀，呸！山家女农子兄呐，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一声称话嘞，真不是你放了这了心，你就不想你比丈夫背遭却你就不想临从发配去从军在那张林去的人披萨身林想啊林冲为后把虚实心，他为这为你们生女夫妻与恩人怕你不送美情真当日间你为后把虚实来思会，为这位黑日神门女恩见，当日间呀装死在让人让，你是生生死死要同心，当日间终于高林都不动，都是你真娘与良心，哪知你一语在耳
你心意，你抬头富贵，是家金水富门。哦哟！战有宝玉一推，气冲冲打起了女人。李亚夫人仔细弄弄爱我，别一面之谜。
愈来越想，哎呀，小女儿手心真灵，她怎肯纵容这个小姐，怎肯纵容这个小人家？定是姻缘是假，放在她对我言道，妇女今朝真用兵，再相逢，是非是梦一阵。养我的女儿，好正娘啊！我丑寡真娘不给。弄兄啊，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这话来真无耻，你放了这了心真呀，弟弟是不要弟弟，母亲你怎会因缘这个小文件？这个嘛，莫非衙内不办有病？你真呀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滔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是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将昔日公瑾呀，呸！山家的把世事来思回，为这位黑子谁门女恩，
从80岁，他为这为你们3女夫妻，与恩人怕你都送美情。要弟弟母亲的你怎我姻缘这个小姐？这个嘛，莫非衙内不满有病？你怎样坚持不了？哪个？莫非高家是他滔天，女儿低头了？弟弟，事到如今，你须在狗是。这朗朗乾坤，母与王法，这东京最是干将昔日公君呀呸！山家女农兄呐，骂一声骂声真娘你不给你是成话嘞，娘子要分明白，不分枉为人，你怎把这个罪人去当亲？真也罢，我与你一道阳，来分水。宋坚高头风雨人，不许你再上我家门。呀，弟弟女孩不想真的是。真无耻，你放了这了心，你就不想你比丈夫被遭却，你就不想林冲发配去从军，
谁门与恩尽。当日今呀装死在让林上，你是生生死死要同心。当日今终于高岭都不动，都是你真阳与良心。哪知你一语在儿女心里，你态度富贵，是家亲水夫们。到底是他们父子同门，石头记还得你恩爱夫妻，两一分你须还日为账啊，生